好，我来看一下同阶多少，等大家来入座一下。哦，有人在观看，没有留言，没有讲话，是谁？哦，原来是你。还是我吧？哎，大家晚安。我这边吗？我这边平常好像也还好，我不知道同阶多高算高，可能我平常好像在10几，然后好一点可能会到20。毕竟我很贪婪，所以我觉得还不够。好，那我来跟大家打招呼吧。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火纪列帮罗河厝边。哦，嘿，你好。只有很了不起啦，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运气，有时候也是看大家有没有刚好有空。对，那为什么一直有声音？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我刚刚有听到回音，很奇怪啊。好，那我们请若马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嗨，大家晚安，这里是全台湾喜欢讲欧米帅玩具店长若马的是，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哦。今天很高兴的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台语推广者，我还蛮尊敬的台语推广者陈火蛇，宝箱怪陈火蛇这个台上，没有，我是真的还蛮尊敬，我真的蛮尊敬，因为会作为一个台币，然后还会推广台语这一块，让大家都开心的学台语这一点，我是觉得蛮了不起的，真的。谢谢。这是一件很可以自豪的事情。希望大家真的有开心。谢谢。我都会迫害他们，叫他们出道，他们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应该不，大家一起出道，一起感受这冷冷的社会。啊，冷冷嘛，冷冷的社会嘛。竞争激烈的社会。哦，不错了，现在出社会不错了。我想说你是遭遇了什么？出社会还算不错了，以前还真的是冷到不行。哦，你现在要来那么好玩，是因为全球暖化，所以比较不冷了吗？应该不是，景气小变。哦，原来如此。好，景气不冷了，以前真的好恐怖哦。所以你在以前也是有试着卖玩具吗？以前啊，不要说卖，我连买都不敢买。哦，有道理耶。以前真的是连买都不敢买。对耶。我记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啊，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个钱啊，真的是能吃一次神仙就好了不起，好棒棒，说真的。然后每天就是看那个台北车站的游民，然后想说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这样子，恐怖啊！真的恐怖。希望不过那边游民现在是不是变少了？哦，我比较少经过那边诶，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传说中比较喜欢坐在黑色的瓷砖上，不知道为何。以前的时候，以前的游民是满到天桥上去，已经不是只有瓷砖了，以前很多。哇，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出社会，所以我还不知道那么多。对，是，没关系，现在不是。对，至少现在不是一个平常吃不下。不怕以后是会不会又来，不想再经过一次就是。真的不想。我只知道那时候新闻有报，好像还蛮恐怖的。那个时候吧，大概现在不是我们的那个幸福都市，常常就会有人去练那个什么轻功水上漂啊，或是万佛朝宗第一次佛飞西天啊。
对啊，所以呢，某个幸福城市不是常都有人练这2项功夫嘛？啊，那时候的那时候的家庭啊，一起去那个烧炭自助餐，全家送啊，全家餐啊，大概是这个频率吧。不过那个时候烧炭只是主流啦，其他还有很多。那种烧炭取暖之外，还有那个汽车取暖。哦，有新闻都有报，这个我知道。对，现在很少，顶多就是抖音甜甜啊，好，还有就是烧家乐福之类的。现在我们趁还没被编台来转一下转盘吧。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我要怎么转呢？来，我直接帮你转了。请问你最近有什么看不惯的人类行为吗？最近看不惯人类行为哦。没错。很多呢。最看不惯的，很多，我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其实我最讨厌就是有人在睁着眼说瞎话。睁眼说，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谎，你也知道你在说谎，但你还是继续说谎，这一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然后，譬如说，我觉得比较，为什么我眼睛一直闭起来？奇怪，是我太胖了吗？太胖眼睛会闭起来吗？我知道了，稍等一下哦。没问题。按错，应该是我刚刚动来动去，导致我现在整个走掉。好，欢迎回来。脑袋停止战斗，脑袋停止战斗。好，那个像是最近啊，应该都是时事议题吧，像是说就是要那个什么政府不要政治不要干预司法，但又其实要叫政治去干预司法的这种情况，就是有2种行为矛盾，然后还有一种，刚刚那个话题要继续延伸嘛，先不要好了。那个想要讲的多明白，我无所谓，讲太明白怕有人会生气那我就讲跟火神你比较有相关的事情好，就是有些台语工作者啊，他并多次要推广台语、复兴台语，但其实都是拿台语在批斗的。然后就是让别人反而会讨厌台语这种情况，但他嘴巴说他是对台语好，这个让我有点看不太舒服了。原来如此。应该我不确定有没有人有遇过，我自己很久以前有遇到过一次，然后最近好像看到又有冒出来的情况。我觉得如果在网络上活动久的话，就是可能多少都会遇到一些比较怪怪的人，对，就是他不一定真的是关心这个议题，但他可能会假借他很关心这个议题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利用那个议题来蹭流量之类的。对对对，我觉得很多领域都蛮常见有这种人的。看他怎么做吧。对啊，我觉得是要看他要看他的，应该说是他说再多，也比不上他实际做的情况。他如果是说他很爱台语，那他应该会希望大家去喜欢台语之类的，然后避免用台语来作为攻击他人的一种手段，我觉得啦。我觉得你讲了一个让我很有共鸣的点，就是他有没有真的很关心这件事情，其实是从他的行为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出来的。就有一些人他的自我认同，我觉得我会抽到人，但是我先带头示范一下乱讲话好了，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也有人就是会有一个自我认同，说我好像很喜欢台语，我想要推广台语给更多人，对，但实际上他不一定会讲，
或者他其实也还没有学得很透彻，然后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方式，就是我觉得蹭这个台语标签的人，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蹭法，其中一种是他其实根本没有真材实料，但是他硬要蹭。那像若马刚刚讲的，可能比较像另一种，就是他可能是比较排外的，就是他可能对这个台语的某些知识是比较有认识的，问题是他的沟通方式是让人很难接近的，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对，像我自己要怎么说？我的台语力其实很低啊，说真的，杂鱼啊，就是杂鱼，菜鸟杂鱼。怎么感觉会有骂倒台的成分？杂口呢，杂口蛋呢？我骂倒没有人要听啊，一个大叔骂倒有什么好听的？对啊，我也常想，为什么有人会叫我骂人？你比较帅吧？可能他们会拿我去当 BL 的素材吧。算了，没事，我们不要延伸这个。一定可以的啦。我不要。对啊，我刚刚要说我的台语力就是很杂语啊，杂语啊，然后其实我就不太会想，就是要怎么说，给大家见笑，更想，就不太想给大家看笑话。我自己也没有那种，也没有说可以教人的那个程度啊。说真的，我要怎么说，日常对话都只是支离破碎啊。但是遇到刚刚说的那种人，他可能就会说我不会台语，所以我不是台湾人之类的，然后就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来骂人。这个就我不懂，明明在台湾生活3几年，搞不好比那个小朋友还多。而且你让我想到一个，也是让我有时候觉得想到就觉得蛮痛苦的，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个很不好的记忆，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其实也根本没有在跟你讲台语，没有给你机会练到台语，但是你想要开口练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讲那么烂不要讲。就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不太会讲的话，就是很多台湾人不太会讲台语，其实是被迫的。对，对，这也是一个啊。我的话，这让我想起我的阿嬷了，我的发单阿嬷。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曾经学会那个唱七龙珠的歌，然后就很开心的跟我阿嬷讲说：“阿嬷，我会唱这个首日文歌。”好可爱。然后我阿嬷就很开心的说：“啊，你会唱日文歌啦，你可不可以唱给我听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黑历史。怎么了？但是就我的黑历史，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唱得很难听。对啊，但阿嬷想听嘛，毕竟是孙子，真的啊，就是那当时没有羞耻心这种东西，毕竟是小屁鸡啊。小时候比较没有，对，小时候比较没有，才会想说羞耻心啊。那时候就开开心唱给阿嬷听嘛，阿嬷就很开心啊。之后我觉得我那个比较会日文也有一部分是我阿嬷教的，因为我阿嬷她以前她在我很小时候啊，就我爸妈他会外出工作啊，就是阿嬷来看照我们。啊，你知道有一次她带什么东西给我？她带那个任天堂的卡夹，哇，都带过来给我们玩。哇，阿嬷就只是来玩一次而已，就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对她来讲普通小礼物。哇，而且我记得好像是正版的兽王记，我永远记得是兽王记，还有一个超级难玩的迪士尼。你阿嬷好酷哦！超酷啊，那个很酷，阿嬷听，而且听说好像就是那种现代的摩登阿嬷那种感觉。如果是他活在现在这个有网络的世界，我觉得他应该现在会做 VTuber。好赞哦，好赞哦！可能会找你联动打电动啊。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个阿嬷就她的健健康康的活了蛮长寿的。我的四个大长辈中，就她最长寿。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她是一个很开朗的摩登阿嬷。我觉得有关联呢。唐突分享一个台语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语，叫做“无禁无气”，这里当假霸级，就是你没有禁忌的话，你就可以活到120岁。哦，对哦，有禁忌反而养不了。是这个禁忌哦。
不一定啊，哎，也是但也是，像那个啊我有些应该说是我有些比较不怎么长命的八单亲戚啊，他就是很有怎么说，感觉是很容易出舍利子的那种感觉，就过得非常的禁欲，又非常的守一些规矩。哦，对啊，对啊。不过他也就是因为太忙了，就是搞得跟我一样，然后就肝硬化。哦哦，对，就不要太忙。说真的，要懒就懒一点了，真的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好，我觉得我被针对至少了。在真的啦，要该休息就得休息了。说真的，那个命只有一条啊，肝也只有一个，再捏捏却有两个，对吧？麻袋没有捏到，没有捏捏就是。对啊，你不是哺乳类。哎，啊，等等，对，不对，我们刚刚在讲，怎么了？我是哺乳类，我才刚刚想起来，我们的主题是说最近看不惯的人类行为。对，然后我刚刚是讲了像是台语的一些恶用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双标的家伙。我真的觉得对啊，最近啊，没有，我只是就是想要表示一下，我也觉得双标超可恨的，对。对，对啊，我想起来，这倒是有个蛮有趣的。之前有跟朋友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我那时候跟朋友可能有点吵激烈，可能，当时我是跟他讲说，花莲王密会中国官员，这样还不够可疑吗？甚至是有照片。然后他说，那密会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说出来，他密会内容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来的话，不要说他可疑。蛮好笑的，密会，对。然后他接下来又说，那个好像是高雄港还是那个什么科学城，好像是说那个什么民进党哪个官员，哪个党相关人士去找了那个什么高雄港还是科学城的那个什么企业董事讲了之后之后就有人买走那个什么买走他们的股票，所以那个民进党的那个相关人士他就是卖台。那就奇怪啊！他同样的情况的话，他应该要讲出他当时去找那个花莲那个高雄港还是科学城，他们的开会内容到底是怎么，他到底讲什么东西才对啊？如果他讲不出来的话，那么他照他的道理应该也是没有罪才对啊，不可疑啊！你有直接这样跟他讲吗？没有我是之后才想到这件事情，他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嘴巴，因为我实在是他一直在跳科学城有时候就是不会马上想到说他这个论点有问题，对，有时候就是不会想到这论点有问题，但事后想一想之后才会发现不对啊，他讲的有点奇怪，他讲的怎么跟他说的不太一样？真的，我看一下小时候还乱夹阿公阿嬷很好吃的菜给我自己吃啊！你会吗？我没有呢。你没有？我不会呢。但是我小时候每次去阿嬷家，我第一件事，你猜猜看我会做什么？我有说过，应该说我有在推特上说过。完了，原来是在考验我有没有认真看你推特吗？我怎样猜的？没关系，你随便猜一个，应该对啊，用猜一个也可以。先特昂包，但是应该不会有人答对。先跟阿嬷要红包。特昂包，没有，不会啦。我阿嬷有每次我每次到我阿嬷家的时候，阿嬷都会给我吃那个瑞士喉糖。但是我每次去阿嬷家，我第一件事情都会去厨房偷那个味精吃。偷味精，好。那个调味料盐罐，那个味精罐，你知道吧？那个罐子打开，然后那个拿一撮味精吃。我没有直接吃过味精，很好吃，是甜的吗？味精它不是甜，它鲜味。鲜味。它鲜味，你吃一点没问题，但是你持续吃到，我就觉得它是有个临界值啦。
你套那个临界值之后，你就觉得不好吃，因为我已经吃出心得了。你是专业那吃味个精的啊，对，专业吃味精，你要吃到说会觉得很难吃，就是你反而觉得难吃不好吃的情况，你可能要一次吃一大匙，或是就是满满的一个小山布丁吃，然后往嘴里塞那个浓度，你才觉得很恶心。所以你有试过？有啊，因为很好吃，所以一直吃，然后吃到最后发现奇怪，怎么变难吃，然后你就找到那个临界值了。对，找到那个临界值。哇，很有实验精神哎！我的天哪、实验很好玩啊，我很推荐大家无聊都可以在家里实验。不要把身体弄坏，应该就还好。对，真的，不要像洛马一样乱吃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你说味精之类的？对，说不一定啊，有很多啊，像最近之前好像曾经有过，忘记了，也是进口食品，算了，先不讲。好，但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说，还有一个不太喜欢的人类行为就是诈骗啊。每次在银行搞汇款的时候，那个诈骗就是会有那个阿伯阿嬷，阿伯阿嬷他就是一直不听讲不听，然后一直铁了心想把钱汇过去那种，渴望被骗，大家渴望应该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被骗，他不想承认自己被骗，然后孩子到场也不会去相信，他可能就是明天去听信那完全没有见过面的老师的话，但也不会相信他的孩子的话，即使他孩子是那个穿西装打领带的那种业界人士之类的，他也不会相信。真的挡都挡不住。对啊，对他这个我也蛮讨厌的，就是这种讲不听，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迷之自信，去撞墙那种感觉。有一种迷之自信，我去撞墙，那个墙绝对不会伤害到我，我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一定都是你们想太多了。怎么办？我觉得你举这个撞墙的例子，就让我觉得很像是什么？哦，我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我平常都会讲啦，就很像，我觉得我投降，我就一定不会被子弹打到一样。不，投降不会被子弹打到。对啊，你投降哪来的？一般来说，投降只会变哥布林盾牌。对，就是被放在前面。对啊，哥布林盾牌超恐怖。那个，我看一下哦，现在脑子里的画面是洛马在厨房偷偷做调味料，没错，就是这种画面。好可爱哦！你就看到一颗巴丹，然后趴在那个传统的那个瓷砖料理台上面，然后打开那个调味料罐，然后偷偷摸摸的在拿里面的盐巴还有那个味精来吃，还要偷偷摸摸的盖回去，也是蛮累的。还好他就直接放在台子上面，所以洛马偷吃很方便。有被抓到吗？没有呢，哇，没有被抓到。我觉得阿嬷她可能是不怎么管我，当没看到。对啊，因为盐巴跟味精也没有很贵，你一公斤的盐好像才16块钱而已。现在才16块，以前应该10块钱左右。小时候也爱吃盐巴，那个你喜欢吃盐巴的话，我蛮推荐你吃盐盐的。那个精盐不好吃，精盐不好吃，不，精盐没那么好吃。你盐盐可以吃一整块，不是一整块，是一整大粒。我想说一整块也太大了。没有啊，就是像那种冰糖一样的那种大小，那样子的一块 ，OK。对，那种你那个拿起来啃一啃，那个还蛮好吃，味道比较温和一点，推。我现在想吃看看盐花，投降的最好。对啊，好像是结晶盐，那个其实好像可以自己做。好酷啊。我觉得大颗的都比较好吃。太棒了，时间腌制啊！
我不好吃，我这个巴丹不好吃，我想油他可能是在油的不好吃。说我，啊，是吗？他们很想吃我的舌头跟我的脚，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什么好说。舌头还可以理解，舌头还可以理解，脚不是要切片泡做煮汤比较好吗？不是那个脚，不是那个脚，是哦，不头上的。是那个脚，对对对。对啊，就是头上的头上的切片煮汤啊，鹿茸哦不都这样子？我听成足汤，我想说这么好还泡脚，要喝泡脚水吗？煮汤不是都喝美少女了，喝我的干嘛？不好意思啊，本巴丹才刚学会人类的语言，并不是那么的。哇，不好意思，学会人类的语言，我就跟你讲一些没营养的，真是抱歉。那个抠阿嬷的玫瑰盐来吃，我不建议有那个阿嬷的那个玫瑰盐灯，那个不行，那不要抠。那那个个不是吃的哦。为了防止那个盐巴被受潮，它外面有涂一层那个，外面会喷一层，会有喷涂那个防水的聚合物，你可以说是胶或者塑胶啦，我不建议你吃。哦，你要啃里面，你要从里面挖，要把皮削掉，只能吃里面的这样子。不是你要从里面，里面应该也有喷涂啊，所以我不建议啦，真的。哦，要做工艺品到哇啦，美少女煮汤，没有，我没有美少女煮汤，大家冷静。美少女这怎么了？若玛，你喜欢美少女的足汤吗？没有，我比较喜欢长发。哦，美少女不是重点，性别也不是重点，长发就长发，靠北。我是长发，长发才是王道。我们不要延续长到哪里去？不要挡住了。对，不要延续。那不讲这个话题。等下又有人要画奇怪的图。还有什么不爽的行为？要继续再讲下去吗？哦，不然换我好了，我想一下。再讲下去，我今天可能都是这个。哇，那你是很恨人类哦。我看一下，我眼睛为什么一直闭着？太胖了，毛都把自己的眼睛给遮住了。好，目前看起来还蛮正常的。还是太敏感的关系？有可能哦。那我想想哦，敏感度调低一点。我最近这样就好多了。可以。我最近看不惯的人类行为哦。好 ，OK 了。我想一下哦，你刚刚讲到很多都让我觉得很有感觉的，我来试着讲一个你没讲到的。对，我是法性恋，没错。我是前性恋哦。我很承认。那个路上有美女的话，我第一个会先看长发。所以短发是让你心中毫无感觉。好，我想想，我最近看不惯人类行为哦。他们好开心哦，他们在，好吧，我觉得最近没有看不惯的行为。我们应该说一直都有。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宝箱罐。哦，没有。可是我觉得那叫什么啊？你的善良必须要有点锋芒，不是啦，好烦啊！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书。我想一下，我觉得有一些人还蛮有吗？还蛮不会动脑的，好凶哦！对我看不惯，就是完全他讲话的态度就是一整个就是我没有要动脑啊的这个感觉。对，比如说我前阵子遇到一些人，就是很想要讨论政治的议题，问题是他在讨论的时候，很多东西是靠感觉的，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要怎么行动，或是为什么要这样。比如说，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言论，让我觉得很没办法接受的是说，他觉得那个因为大罢免不是有分2次嘛，就是投票的时间点有2个，一个是那个7月底嘛，一个是8月底。对，然后我就有听到一个言论是说，觉得分2次很劳民伤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想说，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不会去翻一下法条？就是我想说。我没有翻，但是我觉得依照你的尝试，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就是他就是受理那个达标之后，他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罢免嘛，所以不可能说就是把7月底的拖到8月底在一起。
对，但即便我这样子跟对方说，他还是说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集中在一起啊。我就想说，这是完全就是没有觉得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要依照法条去运作嘛？我就觉得头很痛。对，我发现现在蛮多人好像都没有基本的法治观念呢。然后，即便是这样子的人，还是很喜欢发表意见。这件事情让我蛮看不惯的，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说的那个让我想到，有些人，你知道那种我会说有一种叫做一点点没关系心理，一点点的关系性的，就常常，我觉得应该你可能有遇过，有些人应该也遇过啊，就是家长会说，一点点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但是那个一点点没关系的那个没关系是，譬如说我拿了你的东西，我拿你东西，然后他认为他的一点点没关系啊，一点点没关系啊那种感觉，或是说我进入了别人家的院子，打开了别人家大门，进入别人家院子，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一点点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这种，我觉得可以，所以我觉得对方也应该要可以接受，我觉得可以的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这只一点点，没有让你损失到太多，但是损失的都是别人这种情况。这个很有感觉，这个很有感觉。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都不乏会遇到这种人，还蛮恨的。你说的这种，我觉得这大半美可以放在一起做，这个我觉得可以类似那种，我觉得一点点没关系这种情况。对，就真的只是他觉得他不会去想说这为什么不行。对，他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去特别去认为说为什么不行，可能就是说，这个路口就没人啊，这样就是说这路口又没人，3更半夜路口没人，然后我红灯我就闯过去又怎样，就没车，这种情况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啊，可以被抓到还是要开罚单啊。对啊，规定是规定啊，他这种情况他就比较适合人治社会，说真的，他不适合法治社会。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讲话讲出来的感觉就是他没有想要在法治社会生活，还有说什么就是按照规定，就是有一些什么，反正就是交通开罚那些的，就有些人就很爱喊呛签，我就想说，不是规定都写在那里啊，法治社会，对，就是你就违反规定，你被罚就是合理。对啊，那种人也其实会有一种说，别人都有做，为什么你抓我？你是不是针对我？对，这个也很多，这个也很多。他这种人常常就是你说那种，他其实都会有这种，通常也会有这种行为啦。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违法行为。对，像是那个寿司甜甜狼应该也是这种情况。然后那个也一阵子，那个超恐怖的。那个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认为说，我舔一下寿司又不会怎样，我就舔一下那个什么调味罐又不会怎样，真的蛮瞎的。他可能就说我只舔一下而已嘛，我就舔一下而已嘛。他不晓得他这个动作是很糟糕的一种损害商誉的活动，或是也有一些超商店员我就躺一下那个冷冻柜又不会怎样，或是之前的那个千万男，我就烧一下商品又不会怎样，我就烧一下点一下火而已我不晓得他会变这样子，能怪我吗？那种感觉，这好巨婴哦，就是你自己没有想到后果，而且那是正常人应该都想得到后果你想不到还要怪别人哦。对，就是那种你刚刚讲就是巨婴，他不想负责任，对，然后他又认为他可以去合理化自己去侵害某些人的权益，对，然后会以说他单方面认为那个他的侵害的权益是些微的，而去合理化这个行为，他是可以被允许的这种情况。对，他这个最近是很多这种奇怪的现象，但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有比较多，还是因为网络发达了所以变多了，还是因为某些东西接触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或是
我们的这个社会。但我自己就没有啊，哦，奇怪。我感觉你说到的那个不是法律，那个网络的影响，还有我们可能接触到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跟我的体感跟我的经验还蛮符合的。就是我觉得像你或者是像我没有被这些东西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们我没有我想要这样可不可以会不会很傲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有一些思考跟判断的能力的人，可能比较不会被那种东西太容易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一些思考能力或判断能力比较不够的，比如说小朋友，比如说那个什么6岁小朋友，对，他可能就没办法真的去判断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那当他接触到一些就是品质跟内容可能很糟糕的媒体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被影响，我觉得蛮恐怖的。然后还有就是网络很发达这件事情，也导致愚蠢的人的声音很容易可以被听见。对，我就会在说脆，我觉得脆上面真的蛮多很瞎的，对，但是好像很瞎的流量会特别好，可能因为骂他的人也很多。我说到脆的话，你刚刚说流量跟很瞎的人，但我想到很瞎的人可能在以前的 K 岛那时候好像就开始有，但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瞎。以前那种时代啊，再早一点时代，它网络上面有一个很白痴的流量，就是当别人在讲正事的时候，会有人说啊认真就输了，的那种人。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晓得为什么认真就是输。他所谓的赢是什么？不认真吗？不认真生活是赢吗？哇，我觉得要活得很，你觉得这样？很像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被诈骗的时候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被骗。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可能有人就是知道自己认真讨论的话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想要用某种精神胜利的方式欺骗自己，就是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叫做认真就输了。那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跟他认真，而且他认真讲一定讲不赢。我猜的啦，我猜的。不对，那个你刚刚说那诈骗被骗，但是却不想承认被骗，他这个有点类似自我认同跟赌徒心态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要怎么说？可能你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有些人有，就是说他可能在家中没什么地位，或者是说曾经很有地位，但是后来没有地位，就是那种步入中年危机的那种秃子老头。好具体。然后这更具体一点，就是那种 GTO 的那个教头啦。我还没 GTO 里面的那个就是步入中年危机了。他可能曾经很有实力，有经济能力啊，然后又帅又好，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可能爸爸你好臭之类的，然后太太也觉得你碍事，然后每天都在外面应酬，半天不回来，然后小孩子又不去参加他的运动会，没什么参与他的成长，然后逐渐被人家瞧不起这一种，然后我只是说一个心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能就认为自己他想找回去过去的荣耀。类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种荣耀，好臭啊！然后他可能会去，他目前现在眼前有个机会，他说你有机会可以有在他那边投资，然后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钱之类的，他想要成功，所以他投入了这个钱，他可能一开始有就是一般诈骗的手法嘛，一开始给你甜头，可以让你领钱。然后等到你后来越投越多之后，突然不能领了，然后你再去问他，你就担心你是不是受骗了，你是不是失败了，你是不是你那个说你每天很臭的那个女儿，那跟你说没有用的太太，你口中的那个很碍事的家伙，那个存在就是浪费空气的那种存在，你很担心是不是就是如那个自己的老婆孩子所说的那样子。所以你就急于不想承认这个失败，所以你就掉入那个诈骗陷阱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要多汇一点钱之类的，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钱给领回去。他投入越来越多，就是他再加上他之前投入的情况，他已经没有办法再
从这个底层拔掉，就像是你大家抽卡啊，大家抽卡可能10抽20抽没中，然后就想30抽40抽，然后一直抽下去，一直抽下去，抽到中为止。然后可能抽了100抽还没抽中，想说你现在不抽的话，那就整个就全都浪费掉这样子。啊，对对对，真的是赌徒心态。对，对，这赌徒心态，诈骗也是这种情况。诈骗也会利用这种情况让你去投入更多，就是不要让你之前投入的白费掉。对，这个是比较出现在那个银行诈骗里面会出现的心理啊，他不会骗我啦，他不会骗我，我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怎么可能会是骗我的之类的。他就是不想去承认他的努力，其实都只是一个笑话，这种情况。啊，然后这跟刚刚说的那个你认真了就输了，这个有点不太同。那一点类似网络上那些，就只是怎么说？要怎么说？他有点像是那种在抖音上面耍笨的那种人那种感觉。你说他就只是单纯的耍笨，一个是单纯的蠢，一个是心理复杂的蠢，不同。我觉得不同。单纯的为了想要搞事而搞事。对，他像是以前的那个教导事件，可能有点类似吧。教导事件梗，那个教导事件，是日本的没有所谓的教导事件，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事件，但它的原理就是说，把一件事情说得很耸动，然后说啊，那个教导事件。那个时候好恐怖，它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说起来都不敢再回想。他可以描述得很恐怖，但不会跟你讲说它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根本就是那种对，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教导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他就是在渲染恐怖，然后讲很恐怖，但是不会讲内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会有些人去好奇，就去讲这些去否认这个情况。然后可能就是请他不要在这边渲染恐怖之类的，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人说：“你怎么可以出来破梗？”这种感觉，你认真了你就输了。之类的。原来是这样。对啊，不过应该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用教导事件那边钓人。我看一下哈，不管哪个年龄层，心理支持都很重要。没错。心理支持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是说现在很多步入邪教跟恐怖组织的人，其实他在家中的心理支持是很薄弱的。那种因为得不到认同感，所以他可能会渴望在某一种团体中获得认同感，而那种邪教它会带给他那种自我认同，以及他所渴望的家庭温暖。像这种，像是他，因为那种宗教，他们不是常会有那种集体灵修那种类似那种小团康嘛？电影都有演。对，他那种情况就是让那个可能是某旗生，我可以讲说某旗生，恐怖组织那个什么哈马斯3旗生那种感觉，里面有那个给他们互相的鼓励，像那个病友会一样，互相鼓励、互相打气。然后形成了一种类似革命团体的一种行为，然后他们达成这羁绊之后，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自己那个就是他的道友比家人还更像家人，就道友才会关心他们。当然那些都可能是装啦，可能都是那个萨库拉之类的暗装，就让他慢慢的把自己的重心移到他那个什么师兄师姐啊身上去。这就是比较有，就邪教那个什么邪教恐怖组织基本功啦。的确。蛮恐怖那个一旦陷进去，就真的是很难拔出来，因为他已经是类似我们把对方当家人，家人不是家人这样子。真的这时候说什么都没什么用，很难呐，很难拔出来。哇，好像还蛮突然想到的，就是也会有那种。可能也是利用这个缺乏心理支持的这个脆弱，就是会有那种很瞎的诈骗，是说什么我是一个美国退休军官，
然后我很爱你，然后什么你汇给我多少机票钱，我就会来找你，让我们一起航向爱情的下一个旅程。然后骗一些就是很老的，对。台湾这个情况其实已经算是那个次世代了啦，更早期的世代是那个农民收尸团了。哦，对，感觉是也是利用那个心理吧。这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什么是农民收尸团？这个真的有人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一下，或是去查一下。对啊，那个都还蛮多的。对啊，然后你刚刚说的，其实也有，拍那个乡土剧，其实也蛮常演的。说真的，可以那个老套路啊，你是说真的蛮多老套路。你说从感情上攻击一些感情上脆弱的人，我记得那好像叫红路的样子。哦，那个感情诈骗是红路，然后一般诈骗是黑路。哦，我不知道这是名词哎。阿仔之次啊，没什么好记的，也是很冷门的啦。好，但是那个很酷，我又学到了。学这个没什么好处，还不如学怎么吃好的、穿好的、睡好的。我你要说怎么吃味精嘞？原来是怎么吃好的。吃味精。吃味精的话，我个人是蛮推荐味王的啦。好的，工商味王，味王请找我工商，请找他，请找他。太好了，你下次就可以吃给他听啊。高纤味精的话，味道会比较尖锐一点啊，有些口感是蛮特别的。如果喜欢的话，好。人家是高纤味精的低钠盐。我是不是打断你？没关系，您可以继续讲。好，应该说这是你的台。还有什么看不爽的？我好像也差不多就这样子，因为不爽的平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对，不爽，对我最近有一些不爽的。你要最近趁机分享吗？趁机，对啊，就是在说伪造文书不是伪造文书。死亡联署不是伪造文书，死亡联署不是罪。那个逻辑在洗这个这个很讨厌，我完全不懂呢。那个罢免是公民权啊，要工商罗马的玩具工商不完本商店也有成千上百的玩具，但几乎都是美少女。对，真的很多。我刚刚偷翻了一下，超多美少女，多到不行。对。不行啊！可以点喜欢美少女可以点进去哦。对，有些要满18岁才可以买哦。没错，那个商品图应该看得出来。对。虽然说可能现在应该已经被劣化成R15了，不过在以前的都是R18呢。这个是会随着时代改变的吗？真的，这个会随时代改变。以前的话，以前的那个。R15的标准啊，漫画的标准是连点都没办法漏的。我的认知也是这样，我以为有漏点就是 R18哦。对，现在别说漏点了啦，现在别说漏点，那个擦边几乎都是在那个什么都是在那个那什么全年龄向R15范，对啊，全年龄向的范畴漫画的情况，口味越来越重，但是完全的姓氏好像还是一样的。但现在的漫画的接受度、开放度真是比以前好很多了，我是觉得。原来如此，以前的话是真的很封闭的，那个要看像未来数位会发布的那些漫画，那个真的是只有盗版。糟糕，那我不能买。你可以来买我的那个来买我的精品啊！现在我在上海贼王的，有很多一般像的啦。不管是美少女还是对，还有艺术向的那个有爱画图的人，其实还我有几个商品还蛮推荐的。有那个手模
隐隐脊梁可以大爆血那个手，那个手真的很漂亮。不知道突然 Q 脊梁啊。Q 起来不过我是说真的啊，他那个手模就是手有，他有完全就是很好的模拟出手的关节。那个要画手的话，你可以用它做出一个动作，然后接下来就是素描的领域。哇，很实用哎，很实用，那真的蛮实用。它比一般的那个木质手还要精致，在关节的层面上，它的就是我们人的手掌啊，有去摸的话，就是每个指头它中间，它在都是有一根连在一起的，就是可以弯折你的手。是的，侧那个卷应该是算卷吧。它的关节就是有去仿照这个部分去用，它做的还不错，有都检修了。那个手有看到吗？我直接贴它好像叫艺术什么来着？我直接贴在聊天室好了。这超酷的，我看到我好想要，我根本就不画画，但是我看得很想要。这突然变成在工商了，天啊！也有真的有在画的人，有跟我买啊。我们这边观众朋友有人会画画，说不定他们会考虑哦。太赞了！有些人他是想买，但是发现不能，要买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没货。这东西也不是常常有。但是最近最新出的是男手，应该很快就有女性手出现了吧？大概依照那家公司的性格，一定会出女手来捞一笔。好，我就喜欢美少女的手。其他也有啊，像是那个万代也有出类似人体模型的素体。它的素体的话，不要当玩具用，其实还蛮好用。对吧？有3个素体，那个也是可以画画用的，当骨架啦，骨架画画用的，有男有女，你可以买男的跟女的，然后再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素描的领域了。很实用哎，很实用，因为确实如果要画2个以上的人一起有一些动作的话，确实是蛮需要辅助工具的呢。谢谢你替我工商。要的。对，其实我们在测试那个连线的时候有提到，我不知道能不能讲但我就先讲咯。好哦。没有啦，肉马有跟我说，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肉马的推特，就看得出来他是跟我一样，就是对议题就是没有在避讳的，都敢讲的。对，但是肉马有跟我提到，就是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表态之后也算表态嘛，就是分享一些对议题的想法之后，可能有些人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来买了。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支持，就是愿意表达想法的玩具店长的话，请去买他的那个商场好吗？感谢。要的。不过现在也是有点类似那种做身体健康。大家，我还是说一句啊，毕竟开玩具店还是。虽然说很希望说买的人多，但是我觉得还是真的要量力而为，要考虑好自己的钱包。真的。不要有些，因为我玩具店做久了，又要受到看不惯的人类行为。就是下单了之后给我弃单，他妈的，玩一堆弃单的，气死我也！这很可恶但是法律上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你无法知道他是故意的，你只能知道他是不履约，但是露天他又有这个机制，他就是可以给你不履约。他有规定。而且，然后现货就算了啦，但是如果是预购的话就很讨厌，因为你预购，你就是代表说你下订单，货你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货，你这个成本就是一定要出的，人家给你。他就是跟你下单，然后突然又说我现在钱不够我结婚我要钱，所以就给你取消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不讲信用。他这个都成年人了还不讲信用，他到底怎样？可是也蛮多的。对，还蛮多的。那女的真的好容易脱臼，部分知识 OK。谢谢洛马，有需要都可以过来买啊。顺便偷偷讲一下，如果来推特跟我私下买的话，可以再打一点点折扣。哇，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知道，我先把你的推特贴给大家。SHF 有，我那个男女灰色人我这边有线稿的，那个还不错。对，真的是不小我心就契丹我遇过，请说。契丹有遇过一个最夸张的，就是一开始我要怎么说，风林钢弹吧，风林钢弹那时候很红的时候啊，有人下单了啊，但是那时候万代他给的量也不够，所以就只能请他等再贩。啊，再贩了之后啊，我跟那个客人讲说有再贩了，然后他就说有收到 ，OK， 但他不取消哦，他一直都不取消他的订单，然后再贩到了之后寄出去，他就说你为什么不问我要不要？我确定我不要。他们不要可以早点讲啊！你不要的话，你可不可以早点取消啊？我那时候还特别问他说你要不要取消订单，他说不要，他不要，他不取消订单。啊，然后到了之后，我完全不懂，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他不会觉得下了订单就是有要订的意思吗？就是不晓得啊，就我想要2杯热拿铁，然后拿到热拿铁的时候说我没有点这个啊，什么东西？没有，他的情况比较像说，我有2杯热拿铁，然后你刚才说啊要等哦，对，然后他说好，然后我不取消订单，我就在那边，然后那时候，然后到你说啊热拿铁可以开始做咯，然后他说好知道了，然后你说热拿铁，哎热拿铁来拿咯，他说你怎么没问我说我要不要热拿铁？我确定我不要热拿铁。天哪，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而且我之前在打工的时候，还真的就是有遇过这种的，我要吐了。后面还真的有，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我不知道。对啊，就是说这个要等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好，然后就帮你做咯。好，然后就说我等太久了，我要退钱。靠背啊！这是超靠北的，很靠背。对，真的很讨厌。真的。啊，但是也是有一些很阿萨里的客人，一次给我买20几个。哇，好赞哦！感谢，没对大西。不过虽然我很确定他是店家啊，也是哦。如果会订那么多的话，但是他就很阿萨里，这种阿萨里的客人都不错啊。还有其他有些客人，他虽然说他要取消，但他其实还蛮负责的，可能就是会就是说他可能接受说他这个名额给其他人看看愿不愿意接收。他要是有人接收的话，就再取消他的啊；没有的话，他就买，他就继续这个订单。哦，这很好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客人还算不错，真的很好，就是他真的有考虑到你。应该说是他有去想负责任，重点是他有没有想要负责任这一点。对啊，最近的 NDSG 钢弹闪过那个什么风铃钢弹，应该乔老师那边应该有发的样子，好像有蛮多玩家那个玩具店的玩具的那个 UYT 他都有在放最新出的那个 NGSD 风铃钢弹。那个钢弹它其实有分2批，8月跟9月啊，8月的已经出了，其实我还有点吃，有点病货哦，被迫买了一些东西才让大家有得买啊。那个9月的那一批啊，8月已经卖完了啊，等9月啊，有人听到说要等9月，他就给他取消掉。可是你已经哭啊，但幸好还有人收啊，那幸好，真的是幸好还有人收，没得大喜啊。这样你会有仓储成本的问题吗？我往我自己家里堆了，所以还好。哦，可是你家能使用的空间也变少了。对啊，越变越小。我现在是想要以清出，可以那个让我回归到以前可以在你客厅打滚的那种程度。我有画面，我可以想象一个鹦鹉在滚。啊，我以前常在地上滚，因为我家女儿喜欢在地上爬的时候，就是在地上抱着她这样睡这样子。啊，现在没办法。然后现在的话，而且有几次还下错单，数量下错没有改，超想哭。Hololive 的 Roboco 买太多啊，这真的是堆家里啊。对，真3机，
没有，我敢说一般玩家没有人敢跟我在我面前讲3G 这2个字，我才是真正的3G。哦，都是店内的东西啊，还有那个售屋的之前也是下错单啊，这个东西有点像买期货，说真的。然后还要遇上一些白目客人，所以它价格就是会有可能可以就价格上赚到钱这样子。看的，因为有时候打折不一定是说还有利润，只是想要清出空间而已。嗯，因为有清出空间，其实就算赚到。你要看你的成本怎么算，看你的成本怎么算。有些我觉得应该有些人啊，可能就说100块的东西你打8折，然后他说哈，原来这东西打8折还有得赚，他这根本就暴利。No， 不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搞不好是他成本是90块钱或是85块钱，他8折只是为了要促销，只是想要把这个空间清出来而已。对，他只是不想要，或是不想要让自己赔太多，能给他转换成现金就已经是谢天谢地的事情了。比丢水里好一点了。对啊，放着卖不出去，总比起放着卖不出去，还不如那个降价出售会比较好一点。有些真的是这样子啦。像我那个 FGO 的光之羔羊斯卡雅，其实就想这样子卖了。原来如此。可能没做过生意的人就是不太能理解到或是 get 到这个部分了。没关系，大家出了社会，早晚都会要面对这些冰冷冷的现实。被迫，对，被迫一个 OK 各自表述。你好，对嘞，我不喜欢这个 OK。泡茶开讲。对，这是我新增的机器人，他现在会叫大家来我的 Discord 了。不错啊。对啊，我还在研究如何用机器人。那我等一下可以跟你分享。太好了。好欸。好，那我们来转其他问题吧。好哦。耶，来点更刺激的好了。哦，好刺激，救命！你这样，你是不是有改问题？我还在看你那个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不方便聊的话，我们可以跳过。你觉得性爱可以分离吗？我觉得初期可以。初期吗？对啊，初期的话，我觉得有人是做得到的。但长期我觉得应该是会被搞混，而且这个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也觉得这是很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确实跟性格有关。应该说，就像是假设说我是吃素的，好了，我就虔诚的吃素者，但我觉得人还是得吃肉，人还是可以吃肉。我觉得这是2件事情。我觉得性爱可不可以分离，跟我自己可不可以性爱分离，这是2件事情。我觉得有人可以做得到，毕竟世界上有渣男这种生物，对不对？对，也有渣女这种生物啊。他可能对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爱，他可能就是把那个性当作是一种跟打手枪一样的，跟喝咖啡一样的，反正就是一个生理刺激。对，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生理需求，他可能根本就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爱可言之类的。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然后久了之后他才会想到爱。也有一种是那种，完全一夜情变成真感情的，也是有这种人。也是有这种故事，的确，好像叫晕船吧，这个东西，这好像叫晕船。好像最一开始的晕船是这个意思，没错，好像最一开始。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没有什么我说好不好意思，因为就是真的有这种人啊，的确啊，就真的有这种人，但他可能到最后他会变成爱。我觉得可能最后会变成爱，但有可能他就一路扎到底，车都刹不停。哇，你的
答案跟我的一模也没有到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的点，就是自己可不可以跟大家可不可以是两回事，真的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自己可不可以跟大家可不可以，这个对真的是两回事。就像是那个应该很多风凉话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为什么你做不到？或是老一辈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可以买房子，为什么你不行？不是时空背景不一样啊，那时候钱好不好赚跟现在也不一样。对啊，对，时空背景不一样，或是现在应该有很多人说啊，你去街上多上街多去搭讪就有女朋友啦。现在这样做应该是会被告吧？哇，你让我想到我在推特看到那种很久以前的书，什么怎么搭讪女生？请问你几天吃一次荷包蛋？救命！超好笑的。还有什么？我猜你叫丽蓉。为什么你叫荷包蛋？因为我觉得你几天吃一次荷包蛋这个问题，还不如问：小姐，你喜欢吃青椒吗？这搞不好还比较好一点，还比较有趣。至少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应该知道这个梗。至少这一代的应该知道这个梗。对，重要的叫格就可以了。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重要叫格就格，这个吧？大概吧。你家有万金油吗？台湾小动画创作者的老婆角色，没办法，我是谁？我是巴丹呢？巴丹鹦鹉也会模仿一些奇怪的叫声，是理所当然的吧？毕竟我们是，对吧？毕竟我是全世界第一个会吃可颂的种族，会吃可颂的非人类种族，用脚吃可颂。对啊，其实那个是这个心态。哦嗨哟，全部的渔民，好好拜倒在我的羽毛之下吧，这种感觉。好，原来是这样。也有吃披萨的啦，基本上都是很贼的一群家伙。我是不是爱吃红萝卜？我不爱吃红萝卜，但是我女儿喜欢吃。要是有加红萝卜，她也很开心。哦，比较少听到小朋友爱吃红萝卜的。她是女孩，她是那个鹦鹉啊。有道理。那她会吃可颂吗？我也是要磨成泥了。她不是可颂，我不能。那个可颂对她来讲太油了。身体不好，这种罪就交给爸爸来受就行。对，如果大家觉得那个金钱是这个罪恶的源头的话，可以把罪恶分给我，或是分给若妈哦，可以拿去买玩具哦。又业配，我们不止玩具，也可以买一些摆饰品啊，或是那个画画工具也是可以的。对啊，最近还有卖文具啊。那个 Hololive 的那什么永恒铅笔，这还蛮有趣的。我听说好像长很凶。红萝卜好吃那红萝卜要好吃的话，我是觉得它应该说是烤红萝卜其实很好吃。这个是我不喜欢吃红萝卜的人也觉得好吃的一道。我没吃过烤红萝卜好酷哦！但我在监狱兔看过有烤红萝卜。我以前也没想过红萝卜可以用烤的，直到我去吃了那个某个公司的员工餐厅之后，发现居然有烤红萝卜的咖喱，那个红萝卜甜甜的，有点像地瓜呢，好吃，真的好吃，好像不错推荐。但是一样，我还是不能吃太多。好吃是好吃，但是毕竟红萝卜还是红萝卜。OK， 跟味精一样。但我是觉得你可以吃吃看啦，我是觉得可以尝试看看，毕竟连我这个讨厌红萝卜的巴旦都觉得可以吃，我是觉得那可以骗小孩子吃。你可以说那是红肉地瓜，我觉得小孩子搞不好真的会被骗到。哇，好，我要试试看。我真的觉得描述的听起来这么好吃，不试一下不行。我觉得是可以试，你去买那个一根2根卖的20几块钱，就算不好吃也不会太浪费了。的确。好，红萝卜就是要充分的受热甜味才会出来。之前做过红萝卜浓汤跟红萝卜蛋糕，好吃。我做过红萝卜浓汤，甜点很好吃。红萝卜浓汤的话，那个你
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对此做出评语的红萝卜浓汤？我没有吃过红萝卜浓汤，我有点难想象。然后我有听说过红萝卜蛋糕，我觉得看起来好冲击哦，我应该是不会去试哦。对，我的话，我会给女儿做的那个特调就是红萝卜泥，然后辣椒泥、南瓜泥跟那个蔬菜泥，这样给它混在一起。嗯，然后做完之后会有一阵子不能那个碰眼睛附近，那个很辣，真的很辣，一般人应该会受不了，大概要2天，你2天才可以碰眼睛附近。好刺激，好刺激。萝卜浓汤跟南瓜浓汤差不多，改红萝卜差别。南瓜浓汤的话，一颗南瓜就够了，好吃。我很喜欢南瓜浓汤，我超喜欢的。我也喜欢，很喜欢做。南瓜浓汤要做的话，我很推荐栗子南瓜。哦，你去买那个农会的那一种农会栗子南瓜，你做那个做浓汤超好吃，推荐。我只负责吃，但好，有机会可以做做看。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一起谈，有人不喜欢南瓜浓汤，而且是那种他不喜，而且特别不喜欢把南瓜煮化的浓汤。好吧。有红萝卜熟透之后没有红萝卜深色味，很香很甜。我觉得那个烤红萝卜应该是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哦，但大家讨厌的应该是红萝卜的它的独特香气吧？对啊，它就有一个红萝卜味，很萝卜的萝卜味，很萝卜。对。以前还有几个漫画为了推广红萝卜，而把红萝卜设定为那个几乎每集都会出现的东西。我是知道有为了鼓励到他吃菠菜，所以每一集主角都要吃菠菜。红萝卜也是这样吗？红萝卜也有啊，魔动王。我不知道，我见识短浅，好酷啊！真的是为了推广红萝卜。我觉得应该只是为了让家长可以好好去看让小孩子去看那个动画，然后把红萝卜加进去，因为里面的主角是讨厌吃红萝卜的，但是也有一个主角他是会喜欢吃红萝卜的，而且会不时说红萝卜好之类的。然后女主角算女主角吗？算女主角，我就是还有一个可能类似女主角的迷之吉祥物，她是每天都吃红萝卜，每一餐都吃红萝卜。你看到她就是在吃红萝卜。太好了。二战时的英军，这个我很在行。二战的英军，我没有看过他的东西。也是在推广要吃什么东西是吗？推广我吗？欧阿米刷，没有别的。请问你会加盐水吗？不会，但是我还是先确认一下 NC 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我好像没有香菜，我突然想不起来中文。会加，它叫 NC 哦。没错。完全不晓得，今天学到要 NC。我不会加，我应该说我不排斥加，我会加 NC，但是我不会特别加量。就正常量。正常量。然后，但我会加大蒜，加很多。我也是，我超爱大蒜味的。我会喜欢大蒜味，我们可以贴。对，我们是不会把我吃掉好朋友。太好了。NC，没错，香不过我吃鱿鱼羹面的时候，我以前会说多加9层塔。我吃盐酥鸡也会多加9层塔哦。香呢。对，不过我最近附近的多加都要付钱，太可恶了。9层塔变贵了吗？也有可能是店家觉得它不划算就要加钱，我不知道。我是攻方落马成火蛇，我是攻方。我不知道有一些观众就觉得我是总售，我怎么知道？
我不太会分总受跟总攻我不太会分。不过我是喜欢欺负人的那种类型，但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有欺负人的天赋。我觉得刚刚那个你分享一些，就是我觉得你好像蛮精通骂倒台词的，为什么嘞？是因为平常看很多吗？我绝对不会说，我其实也蛮喜欢吃小鬼。说了，太好了，我要剪精华。没，吃小鬼很可爱啊，特别是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那个一整个哭哭脸的时候，不觉得那时候是最可爱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观众对此深有同感，但是他们那个所谓的吃小鬼就是我，我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你距离吃小鬼还很久吧，还很远，你没有那种欠教训的感觉，还不够，我还太嫩了。你没有吃小鬼的天赋。好，下次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开一个吃小鬼培训营，把我训练一下。不要，好怪哦！你保持原样就好了。好，大家听到了吗？请让我保持原样，谢谢。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救命！男孩子嘛，可爱的男孩子嘛，没遇过呢。还是因为我都会连接到现实的那种感觉。你想要男孩子，我想要现实中一些小屁孩。的确，我觉得现实跟虚拟还是要分一下啦。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还好，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萝莉或正太，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小朋友是不同的生物啊，而且法律上不可以。对，现实有些人说那个什么喜欢二次元萝莉，那个他有一定的现实萝莉控，我觉得这个是大错特错。那个人一定没有看过。对，这样讲好了。有谁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伊利亚这种完全跟伊利亚一样的人类存在？你知道伊利亚吗？你是说魔法少女伊利亚吗？也是对，就那种那种伊利亚。听过，但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看过？没看过，但是有听过，因为有宅朋友会分享。好吧，那么你知道那个雨衣妈妈吧？雨衣妈妈的萝莉神降临啊，那就讲现实中能找到跟雨衣妈妈萝莉神降临一样100%一样的小朋友吗？对啊，那是不可能的。对啊，光那个眼睛就不可能吧？而且光那眼睛就是物理性的限制。是，而且就是认知上，就是我说那个不是啊。二次元的萝莉跟二次元的正太，他们的智慧都是比较接近成人的智慧，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现实生活中的小朋友，算了，现实生活中的大人也不一定有相同程度的智慧，所以是不同的生物，好吗？比较智慧，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小朋友应该也有高等智慧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的差别应该是身体上完全不同。因为说二次元的萝莉，它就只是缩小化的成人身体啊。的确，除非是真正的孩子角色，像是那个少年花天使，哇，那个才是真的小朋友，那个才叫真的小朋友，那个应该不，那个完全就不同了。对啊，你应该不会说小夫跟胖虎是正太角色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 BL 本我不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好了，先不要。现实中的小朋友比奇美拉还恐怖，我觉得要看。像我们家附近的一些小朋友，就是我有时候会带我家女儿出去啊，然后看到这些小朋友，有些还蛮有礼貌，家教好，我觉得他们就是人类小朋友啊。家教不好的话就是猴子。真的，真的，对。眼睛那么大是幼态审美，把不啦？哪一个有小朋友是眼睛大？真的，那种眼睛根本是外星人哦。对，是的，对吧？你与其说是幼态审美，不如说是吉娃娃审美吧。哇，救命哦！不是我说的，你们各位动漫粉丝们，若马说的，他说你们是吉娃娃审美。我也是动漫粉丝，我也很喜欢大眼睛，而且我还很喜欢90年代型的大眼睛。萌大眼睛。等一下，你有90年代大眼睛幸运女神。
哦，不是幸运女神，是机械女神。90年代大眼睛是不是有点大？很大哦，你有看过吗？我看一下，我应该有看过一些截图。我找范例给你看。好，太好了。果然这个还是要熟门熟路的人来找会比较好找。我找几个范例图，大到不可思议，大到可以成为梗的那种。哦，我看到了。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那叫什么少女漫画杂志吧，就是有那种也是连载型的，那个应该蛮常可以看到那种眼睛的吗？啊，没有，少女漫画杂志不是那种，少女漫画杂志比例上还不像那样子。哦，你说我贴给你看就知道。好，我等不及。贴给你看就知道什么是吉娃娃。我等不及了。哦，我的天！但是这在那时候是主流，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算是蛮主流的啦。同样的，我再看一下，有一个大前辈，我觉得你应该认识，看看哈。哦，秀这个图片，那个战斗型魔法少女的经典，秀斗魔法使啊。好，这个是90年代大眼睛，跟现在的比例完全不同，差蛮多的。对，差很多。这个可能有占掉头颅的一半。依照真实眼睛比例的话，他那个眼睛都比头颅还大。好像有一个梗图，就是那个解剖图嘛。对啊，对，蛮好笑的。对，所以现实不可能找到这么可爱的人啊，不可能啊！光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了，一定是外星人啊！对，要不要吉娃娃？是不同的物种。对，像而且你真的要说是恋童癖的话，应该某个始乱终弃的有名历史人物，还比较像恋童癖吧。哦，那个是蛮有名的恋童癖吧？始乱终弃啊，一成年就不闻不问，终极渣男。这个感觉大家蛮常玩梗会讲到他的。对，但这个我确定讲了应该会引来很多纷争，我还是不要讲太。有些人会不开心。是一成年就始乱终弃，超恐怖。的确。好，不能讲，我什么都不能讲，就算有人答对，有人答错，我都不能讲。是的，是的。我蛮喜欢这样的，就是我有时候想要偷讲一些东西，我也不会讲太清楚啊，偶尔就会有人就是知道我在讲什么。谢谢大家。对。好，那我也来回答。你先。我是在想说，等一下我要讲的梗会不会越来越黄，跟黄有关系？毕竟他的绰号其实也挺黄。不是我说的。对，那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说。尊重，对，尊重你的发言权。你想说可以说。没关系。要不要说呢？大家想看吗？趁你在考虑的时候，我来回答一下。我自己觉得性爱能不能分离首先刚刚有提到，就是别人可不可以，我管不着我自己没办法。对，就是我很难想象，我没办法想象我能分离耶。对，讲完了。对。我也觉得不能呢。对，而且我是很喜欢，就是这种把对象抱起来转3圈，然后到处炫耀说这是我的了不起、至高无上的女朋友、老婆之类的。好肉麻，但是我也会做这种事。就是那种，如果他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人，那你怎么会选他？怎么可能会爱上他？对啊，你会爱上他，你会爱上他，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啊。那我柯林不是最好？你怎么可以否认自己的眼光呢？对不对？真的哇，太赞了！我觉得
那个伊藤绿茶说的也有道理，就是单身跟交往中的人可能要分开回答。对，的确，有些人在交往中跟单身的答案会不一样，或者是在单身跟交往中的想法也有可能会不一样哦。但我就算是在单身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没办法。我记得以前我在交往中的时候啊，不过我那时候交往的那个经验不是很好。哦，好，所以他也是让我发现世界上真的是有人性跟爱是可以分离的啊。对，我也有遇过这样的人，是的，就有些人就真的可以啊，也没有不对啊，就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对。对，但我不太想再有那个经验，就是没问题，好，气死我。别我看单身跟交往中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老夫老妻了，该做都做了，应该说实在做腻了，腻了，所以就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这更要问的是年纪有关，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像是那种国中屁孩吧，很容易许下永远是吗？没有，不是，那个国中屁孩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没有很多啊，只是正好都被落马看到而已。会在公园里面大热天的拿着外套盖住自己，然后从后面抱住对方，但是他可能以为自己这样做，别人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但其实我一看，别人不晓得啊，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底下在做什么，不就是在玩布丁嘛？还好我没遇过，没有遇过吗？我没有遇过，我会尴尬。公园没遇过，对，还是没有注意到，就是就那种因为我都不出门。哦，对，你宝箱怪，你在地下层的，没错，我超宅的，就是那种，我觉得他很不尊重自己的伴侣那种，你怎么会想说让你伴侣的那一面可以被大家看到？你要拜托，而且拜托你要不回家做，要不就开房间啊，你怎么都做不到，偏偏要在公园面，然后像白痴一样的啊，盖着大热天盖的那种超级大运动外套，然后做的别人都看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旁边还有小朋友，这我很不爽的。要的话也是半夜吧？半夜不晓得，还有人是在车站做的。之前不是也有都是那什么捷运上也有被拍下来，捷运上那很夸张，捷运上那很夸张，真的。对，好像一副别人都不是觉得自己掩饰的很好了，就是小朋友也都以为就是偷睡觉、偷吃零食，台上老师不会看见，我觉得有点那个感觉啊。我懂，对，有个迷之自信，对潜行能力有个迷之自信。体会野战的感觉，那才不叫野战好不好？那叫做露出屁啊！哦，不一样，那是露出屁。野战是没人看到，是不是？对，野战是没人看到。哇，有人说这种题材蛮喜欢的，我觉得有时候喜欢的题材可以留在虚拟，可能对大家都好。真的，对，像洛马喜欢触手，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不要啦，虐待动物哦。对啊，那个触手他没有合意耶，我是这样觉得。触手，他可能不想，难讲。自从看过德国的一些人之后，就觉得世界上还是很宽阔的。然后隔壁也有看过隔壁国的一些生活分享影片。也是觉得，算了，讲了有点污秽。好，我们收敛一下。难得有人，不是难得，就是刚好有人降落，一听就听这么刺激的。感谢伊里降落。我们聊到对，我们聊到我们正在性跟爱可以分离吗？现在是社会话题。算吧，健康教育话题，对，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学术讨论。对，小情侣想做没关系，但麻烦请在家里或是开房间。
对啊，你刚刚是不要在讲到就是公园做。旁边还有小朋友哎，这不行啦，这真的不行。在公园里面啊，小朋友玩来玩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在玩赌博象棋的阿伯啊，他们还真的敢在那边玩，我觉得很了不起。是要说愚蠢的，还是说是鲁莽？感觉听起来还蛮重叠的这两个词。也既愚蠢又鲁莽。的确，他们已经是大人了，他们已经转大人，所以他们全都要是吧？哦，他们长大的这个标准就是愚蠢跟鲁莽吗？是这样子吗？全都要，我已经是大人了，我要愚蠢，我要鲁莽。哎，天哪 ！Go get a room。确实该也可以喊，不是你要确定他们有在上英文课。我觉得他们上英文课应该就是哦 no 而已之类的吧，他应该只会说这一句。的确，跟新朋友打一下招呼好了。岳章章、消失，你们好，还有龙双来了，喂，晚安，你们好。那既然有新朋友来，就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聊一些很深入的话题，比如说对，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对，然后今天这位是我的算新朋友吗？若嘛，对，我们第一次一起联动，然后他有玩具店，很酷，大家可以点置顶连结，可以去用钱揍他，不是用钱支持他，对。你们花的钱都会变成我家女儿的玩具，可以帮助她养女儿哦。我家的超可爱女儿，超可爱女儿，长得很像沙土龙。沙土龙，对，沙土龙，有兴趣可以去酷狗一下。沙土龙，哦，看一下，是那个魔物猎人，魔物猎人的。哦，对啊，特别是他呆毛立起来的时候特别像。好难想象哦，好难想象。我看看有没有照片，但找照片可能就又不知道该对话，可能会那个内格下来，感觉很有威严呢。好，没关系，你在找的时候，我偷转一下转盘。我们再来转一题。哇，救命！好刺激哦！请问你有优越感吗？有啊，我当然有优越感啊。太秒答哎！你对于哪方面有优越感呢？自从我看到了某些草本植物之后，我要没有优越感都有点难了。你是说降落来的伊犁吗？它是一株鸢尾花。这就是才不是嘞！哦，那就但是花，那是花。我想说，这是脊椎动物对植物的歧视吗？没有，我是一律平等，我很平等。我会吃动物，我也会吃植物。你看我是不是很平等？真的耶，那我也是哎，众生平等都可以吃，众生平等嘴啊，超棒！众生平等嘴是什么招式名哦？我看然后对那个什么，不过我刚刚说优越感是因为我在初期在推特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议题正好社会议题是说试用期打8折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哦，有这个我有看到哦。对然后当时有一个很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不是推友的推特使用者，他有到我的那篇文章底下说，他支持全台湾的人薪资都该下降，这样物价就会下降这样然后他的追加攻击就是说，物价下降之后，他的零用钱就买得起东西来了。大聪明。对你听到这个话，你你难道不会对自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吗？会耶。对，他会希望全台湾的薪资下降，让台湾导致通缩，然后他认为他的零用钱就可以保持他现在的金额，然后就可以买得起其他东西。这真的是这个，我真的是永续性。我非常感谢那位小弟弟，他让我感受到了一份对于智慧的优越感，一份
一份那个怎么说鹰形目，我们把它当鹰形目嘛，鹰形目对于灵长类的优越感，说不定我要为植物灵长类发声，假草还是躺好就好。好，我们假草，你是说塑胶花、塑胶？对啊，有些人的就是可能头脑装了比较多塑胶微粒，我不知道啦，就是对，不一定啊，也许跟某市长一样，很喜欢铺假草皮之类的。是哪一个市的市长？我有点忘记了哦。我毕竟是巴丹啊，3秒就忘记了。我支持伊里为植物族发声，因为确实就有时候觉得，好像有一些植物的名声已经被某些人破坏了，有点难过。还是有很多啊，像是那个妞之类，我就觉得很漂亮啊。还是有很多了不起的草。的确，好的草还是蛮多的。但是我刚刚想到，像他们那样子，他们的颜色啊，想要他们颜色，然后他们又很喜欢在这个方面摆乌龙，是不是该叫白毫乌龙之类的？你有尊重他们自己选的颜色耶，好像不错。你会叫他们白毫乌龙好了啦，你看看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听，很好喝？听起来有个高级感。对啊，白毫乌龙，只要那个是被虫吸干之一之后才又变白色的。哦，真的哦，是这样子哦。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小蚕吧，有一种很小型的蚕，它吸了那个茶叶之后，那个尖端就会变白，那就是所谓的白毫啊。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茶就会产生一个特别的那个蜜柑味。那可能是什么虫的口水之类的吗？哦，不知道，总之、不晓得，不晓得，反正就是变好喝了。好神秘哦，怎么觉得有一点点恶？好没关系啊，那个茭白笋也是那个病变的部分。是这样子哦。茭白笋我记得是那个非正常生长的部位，还是我记错？我查一下哦。我都没什么知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只知道玉米笋真的是玉米小时候啊，对，那个好吃的冷知识，这算冷知识吗？啊，对啊，茭白笋不是笋，茭白笋是禾本科植物，那个字我不会念的嫩茎，然后它收到我不会念的黑喙菌寄生之后，茎部膨大而产，对啊，是病变处，好酷哦，超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吃它的那个息肉之类的，茭白笋是息肉，息肉，真的，我的天！好，帮他割息肉，然后就有东西吃了，大家都可以。发霉的息肉。天哪，好恐怖哦！我现在不敢吃茭白笋了。不会啊，那个你吃香菇吗？哦，吃啊，它是真菌类嘛。对啊，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啦。好了，那好像安心。那还好。你就想象成是那个香菇跟青菜混在一起烤，对吧？你连切都不用切了，它直接给你混在一起了，对啊。好，我接受，我突然又可以了，谢谢。好吃呢，对不对？你烤一烤，那个烤过茭白笋配上烤肉，那个清爽感真的是很赞。伊里说我们吃茭白笋的香港脚，好像是哦。香港脚啊，也是长霉菌嘛？对，没错，也可以，应该说香港脚皮吧。哦，只有脚皮。越讲越恶心，越讲越恶心。好，太刺激了，太刺激。还是要我们深入香港脚这个话题啊？你对这个也有什么研究吗？普通，略懂。你喜欢美少女的香港脚是吗？啊，我不喜欢。但我会喜欢研究，我就会喜欢研究香港脚深入那个恶化之后的样子。哦，你是喜欢就是看一些照片，然后就是会有一个莫名的疗愈感，是不是？没有，就只是想去知道到底会变什么样子。哦，疗愈感的话，我会喜欢看挤痘痘。真的那个挤痘痘跟那个洗牙结石，赞。而且。天哪，玉米笋他们的名字好陷阱题
哦，玉米笋不是笋，对，没错。不会啊，又没关系，章鱼也不是鱼嘛，对不对？章鱼烧也可鲍鱼，能没有章鱼，对章鱼烧它有乌贼，对，会加乌贼，对吧？嗯，但不是，但是好吃哦，反正就很好吃哦，还好吧。众生平等嘴，没错没错没错，对啊，众生平等嘴，好吃就好，管那么多。对啊对啊，啊，那个要好好的珍惜食物，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有道理。台湾的章鱼里面是花枝哦，不对哦，台湾的章鱼不是花枝，是那个阿根廷乌贼之类的大型臭头。哦，我其实花枝很贵的。哦，我就是属于那个看到花枝跟那个鱿鱼，我是分不出来的。有花枝白白漂漂，那个你可以想象成肥宅，花枝是肥宅，漂亮的白白肥宅。哦，听起来好可爱，比较胖就对了。啊，鱿鱼的话就是瘦长扁扁的嘛。哦，原来如此。啊，乌贼的话是那个大肥宅。哦哦，好，花枝是很贵的啦，买那个阿根廷鱿鱼比较便宜。说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阿根廷鱿鱼。哦，你说如果你开店的话，如果说我要大量贩售用那个价格的话，啊，原来如此。对啊，而且章鱼要处理也很麻烦。花枝的话，小花枝吧，应该，我用小花枝也不错，小花枝其实也挺甜的。哦，小花枝又比大花枝便宜。对啊，那个全年60几块钱一盒啊，我常常买。哦，然后就是直接吃，加那酱油跟 wasabi， 哇，听起来很爽哎，很爽，推荐你吃哦。那个最近才有说过，我在超市里面都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吃。对啊，我也还有优越感，我有铁胃。哦，这可以，我有铁胃，这可以优越，都可以优越啊。当别人那个，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公司的便当有问题，我那时候以为没有问题，以为只是牵丝，还以为是那个什么起司炒饭，还是那什么纳豆炒饭之类的。那个饭是有牵丝的，就是很像纳豆的炒饭，就是一拉起来有牵丝。我一直以为那个便当没问题，结果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我吃完之后那个什么公司的人才过来说不要吃那个便当，不要吃，然后会发钱给我们。好恐怖！啊，有人好像吃完了，但是拉肚子了，但是我吃完了没有拉肚子。你很强哎，你很强哎。我有那个铁胃啊，对啊，铁胃，所以我常常会吃一些奇怪的东西，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全联的小花枝。还有那个全年的那个鸡腿肉。哦，我有看到你有发推。对啊，那鸡腿肉、小花枝、鲭鱼、鲑鱼，那生鲜的东西，我几乎都吃过一次，吃了不少啊，感觉很好吃呢。居家无菜单料理这种感觉，一个高级。哎呦，居家无菜单料理哇！以前那个，当我客厅还很空闲的时候，真的是常常会做一些奇怪的东西来吃。好酷！像是我很推荐那个鱼皮微波，对，那个虱目鱼皮，你给它卷起来，然后加一下味淋跟那个什么酱油。如果你喜欢大蒜的话，也可以加一下蒜泥，然后微波大概30秒1分钟左右吧，好吃。听起来好像很好吃耶，稍微可以想象。你很下酒，你有酒杂的话，我推荐你。啊，你现在炸起新的炸。你现在巴丹的胃这么好吗？我现在怎样？没有，我是说你现在的客厅没有空间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堆了太多货吗？对啊，我现在要去。快点进去买点喜欢的吧。很努力帮你业配。巴丹的炸胃有那么好？没有，我是巴丹胃里面数一数二好，我有优越感。哇，我有优越感。这个不错。对啊。
推荐啊，大家都可以吃吃看啊。如果是怕那个拉肚子的话，其实都煮，对，其实真的是最好煮熟啦。没有铁味，没有点铁味技能的话，都煮熟，真的。特别是不要像洛马一样找死，不要找死去吃生鸡肉，真的好吃是好吃，但是你要是真的中标的话，就跟最近台中那件事情一样，你就是包尿布去上学。鸡肉是有寄生虫风险的，还有那个鸡肉寄生虫风险还蛮低的。是但是猪肉的寄生虫风险比较可怕，鸡肉的比较普通，但是鸡肉的风险是沙门氏菌。是细菌的问题。对，然后鱼皮烫过之后蘸芥末酱好吃，对，好吃，超好吃。推跟你来罗马这边打炮的话，也会被那个什么被我推坑吃东西。鸡肉跟鸡蛋主要是就是来我这边打票打不是打炮，那是什么来着？抬杠吗？突然忘记那叫什么来着？打屁吗？对，打屁。我想说好突然哦，超突然，讲错，说错了，超好笑。鸡肉不能洗哦，鸡肉不能洗哦。你鸡肉真的不要洗会比较好。你要洗很小心，因为那个台中那个部分应该就洗鸡肉了。台中那个情况就是洗鸡肉，让它的那个扩散那什么，因为你一洗鸡肉的话，它沙门氏菌其实清不掉，但是它会让沙门氏菌的污染扩散开来。所以你一洗鸡肉的话，你的这个整个厨房都要清洗过一次。原来如此。对。然后，如果你要做生鱼片的话，你最好啦，没有点铁味镜的话，你鱼肉最外层给它切掉。最外层不要用，你就切下来中间的那一部分。我刚听得少，你听错了，你什么都没听到。对，没听到。对，是耳朵的关系，不是罗马的关系。然后吃猪肉不要吃猪肉，台湾的猪肉很赞没错，但是最好不要吃生猪肉。生猪肉有猪肉条虫风险跟那个米肉这个东西，那两个都很恐怖。原来如此。对。然后牛肉的话没关系，牛肉的话你寄生虫应该是会被拉出来啦。跟我牛肉的话应该是不错，对吧？淡水鱼的话是不要吃啊，淡水鱼真的不要吃，恐怖。洛马有听说，山泉不要喝。对，山泉也不要喝。那个山泉的话，通常也是比较糟糕的情况是说有那个变形虫。最怕变形虫。淡水鱼有很多寄生虫，应该说是其实海水鱼、淡水鱼都有很多寄生虫，只是淡水鱼的寄生虫会让你跟人应该说是你们人类的那个身体里啊，对于淡水鱼的寄生虫的适性是 A，不是 B 就是 A，适性 A 适性 B。但是如果是海水鱼的话，你那个什么人体的适性啊，海水鱼的那寄生虫人体适性是负值的，光待着就会扣血，所以你就会自己把它就是防御掉了，是吗？因为他自己早晚会死掉，只是死掉之前会不会让你胃穿孔是另外一件事情。shit， 好，知道了，知道了。但至少他至少不会在你身体里面过得太开心。就是我所谓的适性 A， 就是说可以让你就是可以住在你的身体里，还可以，然后甚至繁殖，对，还可以繁殖。然后像蛔虫之类的话，又有可能会钻进脊椎、钻进颅腔之类的，这就是所谓的适性 A。真的不能，真的淡水鱼不要吃哦，淡水虾也不要吃。像之前有人说他想吃那个酱蟹这个我觉得很恐怖，我不敢吃。酱蟹就是它是生的，然后它是用那个就是比较重的调味嘛，韩国料理是吗？对，但他是吃螃蟹，螃蟹的寄生虫特别的，都是特别多，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不要吃淡水，吃海水就好，吃海水就好。
你吃海水没问题，顶多就是有人说的海兽胃线虫，顶多就胃穿孔了，还好了。比钻胃穿孔之后就死掉了。对啊，它顶多在你的肚子里。简单讲，就像是莱欧斯那样子啦。莱欧斯那个大家看那个迷宫饭，莱欧斯乱吃肯拉克的寄生虫。对啊，肚子会痛一整个晚上，然后要及时补血啊。但是那个寄生虫最后会死掉，啊，看谁 HP 比较厚，这样子而已。哦，韩国吃生食时还会吃驱虫药，是这样子吗？太酷了吧！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韩国生食是那个活章鱼。哦，肯拉克。哦。肯拉克啊，不对，是克拉克。我以为是在表态，就是我就是要叫他肯拉克怎么样？我以为是这样。我尊重一切正确的事情。OK， 哇，好帅哦！这句话好适合当座右铭哦，其实蛮帅的。是吗？还好啦，普通。我爱吃生鱼跟半熟鸡蛋。我跟你贴，我可以跟你贴，我喜欢吃半熟鸡蛋，真的好吃。好吃，半熟鸡蛋好吃。那个我去那个早餐店必点半熟鸡蛋，好吃。酱蟹也是生的，他们爱吃生牛肉。生牛肉还好啊，我也会吃生牛肉。牛肉感啊，我生牛肉我最早是大学的时候吧，有一次我想吃生牛肉，然后就去镇上买牛肉回去吃。然后那次我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情况，就是生牛肉你调味要重，不然很腻。韩国人好爱吃生的东西哦。没有，对，会吗？我觉得欧美人也很喜欢吃生的东西。哦，真的吗？生菜沙拉。哦，菜的方面好像是哦，他们还蛮爱生啃的。他们红萝卜是不是也会生啃啊？红萝卜棒啊。对啊，好像会哦。肉的话，日本它也有。那个，我觉得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欧洲吧，欧洲、美洲他们是陆地偏多的国家，所以他们的肉类应该是猪、羊、牛。但是这几样东西，刚刚也说了，寄生虫是在人体适性 A 或 B 啊。所以应该他们这部分的生食应该没那么多，可能比较多是火腿吧。我连菜也不吃生的。啊？生的东西，小学生或女学生嘛？还有什么生？还有花生？不行哦，我只接受高中生跟大学生。好，我们生菜好。哦，生菜有虫卵？有啊，生菜只要是生物都一定有虫卵哦。对，只是看是性 A 是性 B。我不知道垂死挣扎术，我不知道这个。生菜虫那个，好像是死。其实我们吃的青菜都有毒啊，说真的。哦，原来那个是有毒的哦。我们所有的青菜都有毒，其实。哦，好酷哦。只是那个你们人类的那个毒抗点太高了。哦。我们祖先一定也都点了铁胃。人类祖先点了铁胃，不然其实很多菜都不能吃。可能那个吧，没点铁胃的没办法留下后代吧？会不会啊？毕竟你们是会吃海胆的啊。原因是陆生生物却会吃海胆。海胆好吃吗？啊，原来你也会，真的是众生平等罪。超棒。有虫的话就随缘蛋白质。如果不会在你身体里开派对，然后养家糊口的话，好像也还行吧，就是蛋白质。不一定啊，其实蛮多寄生虫它是可能就只是像那个一休和尚那样子通过你的身体，就只是通过而已。单纯的牛肉的好像就这种。然后金针菇也是这一种。金针菇也是一种寄生虫，是这样子哦。不是，金针菇不是寄生虫。太好笑了。它需要留爸爸玩。
昨天才聊天，昨天才在那个其他地方聊天，讲到有人喝酒的时候会讲那个那熬借鬼，就只是真的是借过一下，有一点那种感觉。原来吃金针菇也可以说那熬借鬼，太好笑了。你那个喝牛奶也可以啊，有些人乳糖不耐症。确实，救命哦！好。这是一个臭臭的话题。对，这个有点不舒服。金针菇又名真的。但我很喜欢吃香菇呢。我是那个不能，对啊，我喜欢香菇。那个猴头菇跟那个杏鲍菇，还有那个什么小杏鲍菇，追龙必点。我一直很想去日本吃松茸。哦，我松茸我也没吃过诶，我只有看过而已，但是我没有办法料的。那个是很高级的食材，对不对？小根的一根3000块日元。哦，救命哦！大根的一根跟 PVC 一样18000啊，有2万的。那个，但是那个大根的是你可以拿来打人的，一根大大的土棒子那种感觉。哦，雄伟的大菇菇。好酷哦，感觉要变妖精。然后很香，然后真的很香，它有一个香味，它那个其他香菇没有，你拿起来闻的话，就是会有那个香味。哇，感觉好很赞。我觉得那个应该用烤的，要不然就是有些人好像说是跟饭一起煮。啊，我有听说过跟饭一起煮，就整个饭都会有那个香气。我好想吃哦，但很久没去日本了。好酷哦！吃金针菇会噎到，那应该是切的不够细。可是如果是煮火锅，好像就没在切。对啊，但是你要会咬。对，要咬。对，我觉得好难咬，我觉得它其实蛮难咬的。然后就会可能因为我吃东西都很急，我就会懒得咬，直接就直接给它给点。那你要切啊，像你这种就要切。对，就很皮。台湾没有松茸啊，环境不适合吧？那就只能去日本找啦。11月可以买到。哦，他要看季节的，秋季吧，所以是应该快进入季节了。那就是如果是11月，就是在2-3个月好像就可以嘞。现在买机票来得及哦，大家。是时候可以规划行程。其他还有没有优越感吗？我小时候还蛮常坐飞机的，算是吗？欠打。因为很常坐飞机，所以你小时候就有优越感是吗？这个是那种小屁孩的优越感。这是小夫啊，原来是小夫。都经济舱而已，还好。哦，好吧，但还是蛮优越的吧？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还是蛮优越的。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绝对的。像我的同学啊，他也是一样，每个寒暑假都会出去，而且是去美国。就送。这个感觉是有钱人家小孩。他好像是律师的孩子的样子，律师还带书那种高级文职。原来如此。然后也是很千金大小姐那种感觉啦。然后那时候白目的落马，每次下课后会的那个娱乐，欠打的娱乐又是按他家的门铃。哈，那是蛮欠打的哎。你是按完会跑掉？按完会跑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真的蛮欠打的，救命！好，当时好像小学2、3年级的样子，对啊，2、3年级。好啦。然后短时间，现在看应该还是很欠打。我可以接受大家说我欠打，因为这的确是欠打，是2、3年级会做的事。好。而且最欠打的是我不会只爱一次。
你说同一天好按，一直按，一按再按。没有同一天按了之后，然后再去按，可能按2-3次，好像持续了1周左右。太好玩了。不行，这真的不行。那种虽然是很屁孩，但还是倾向打自己。后来落马最皮的时候，没有跑得快。哦，小屁孩跑得快，不建议模仿，最好不要模仿啦，真的。我上礼拜有做一件很有优越感的事。那时候我在便利商店买东西，然后店员找错钱，他多找给我，他原本要找给我16块，不知道什么他给我20块，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找错钱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呢，我没有贪那4块钱呢。我现在就我那个瞬间就开始超有优越感，优越到现在，对，真的。真的，我也会这样做。真的，你也会因为这种小事获得优越感。前几次好像也是一样，不过金额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点多，我还请他重新算一次。哦，好像少算了一个商品的样子。哦，金额多的话真的要因为就他可能就会面临什么要写报告还是要赔。对。对啊，那我不太喜欢的，而且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乡间和太极啊。真的，他又不是很讨厌的店员。对，他就没做什么坏事的话，就真的会觉得互相一下。对啊，可能是有出社会之后，好像比较会为别人考虑，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其他就可能就是捡到钱再还回去吧，没什么，都是一些普通的小事情。我应该没有人在看到某人钱掉下来之后还会拿出钱包说这是我的，然后就把那钱给他塞到自己钱包里面去吧。应该没有人那么夸张吧？应该就我认知的台湾人普遍是不会这样啦。你钱都在你面前掉了，应该是给他拿回去。对啊，资金不昧。对，话说刚刚那种，如果是少算账的话，好像如果是你知道情况，可能会被告侵占的。哦，好像确实只是通常没有在很认真的告，但是对，如果你知道的话，那确实算是侵占，没错。但这个有点难判定，这很难举证就是你只要你的证词说我没有数，我就是很顺的把它放进钱包，好像就拿你没办法了。但这个本来就是举证很困难。对优越感还有什么好像没什么优越感，我就一只会说话的八单，我还能有什么优越感？能考上大学的八单吗？我觉得铁卫也是蛮值得优越的。铁卫真的蛮铁卫战争时应该会蛮有用的啦。真的。但是那一次吃没有毒的东西才有用。对啊。好，但生存率可能比一般人高一点。毕竟只是鸟。对我也吃过狗食。好吃吗？我是吃那个烧烤鸡腿肉，听起来不错。那个圆形食物类型。那个推有在宠物店看到过，那个看起来很好吃，不知道实际上好不好吃。你那个实际上我觉得要煮，因为那个有点像干货。然后最不推的是那种肉干，我是说那种看起来是肉泥的那种肉干。那个不能吃，超难吃。原来如此。对，炸死的炸这么炸吗？不晓得，再看看。那个我只能说，因为我会第一次吃，是因为我听说那个东西是无调味，健康。因为觉得很健康，所以来吃看。对，然后才发现说，就只有那种原型肉，用原型肉去做肉干才是真的健康。好像其实侵占是非高速乃论，对，侵占是非高速乃论，只要那个受权一方不追究，就是没事。但它跟窃盗一样。
扎实的。还有，话说为什么会讲我的优越感？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优越感？味道很奇怪吗？我觉得也还好啦。一般人也不会去吃狗食吧？我是鸟，还可以解释。有道理。切一块肉放烤箱烤干，是不是就变宠物食品？是这样吗？你都有一块肉，你干嘛还要烤干做宠物食品？直接给它吃哦。对啊，那更好。啊，吃过我家的猫干干，油油咸咸的味道。猫干干我没有吃过，感觉那个我调味很重。找机会我来吃吃看。我比较偏向零食，我倒是想吃看看。对哦，那个之前有吃过一个羊肉片干，它是那种类似那种像是快车肉干那种类型，就是把做成肉碟那种。哦，听起来。但是不同，但不同是那个很难吃，不同快车肉干的是那个很难吃，而且有骨肉泥，它是骨肉泥。那个不能吃，人不能吃。快车肉干差点风评被害耶。没有，快车肉干是好吃的，完全只是跟他讲说他的那个做法是不是类似啊？做法类似，就是那种你把肉给它打成泥之后，然后做成一片一片那样子。好，但吃起来不一样。在台湾没吃过宠物食品是犯法吗？是，对，养宠物的人必须要吃宠物食品哦。我就会吃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小米，我也吃过，听起来很健康哎。我们家就是小米啊，然后那个蔬菜干啊，听起来也很健康。然后还有那什么来着，啊，坚果啊，带壳坚果，生鲜的，越来越健康了。越来越健康，好像我们家鸟鸟就吃很健康啊。那毕竟坚果甚至没有调味，比一般人类的健康吧。人类也有未调味的坚果，而且还比较便宜一点啊。那个人类的未调味坚果比鸟吃的还便宜。哦，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是去爱买的，爱买跟家乐福会有卖那种带壳坚果，然后有一个薄壳的坚果，那个我不喜欢，哇，而且还是某国的，那种薄壳，那种薄壳核桃皮什么的，是不是？对，好像纸皮核桃吧，那个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坚果就是要厚实的，那种口感咬起来才好。对啊，捏起来才爽。好，你不知道那种把坚果也捏爆那种感觉就很开心。好像有点难想象。你说捏爆是用手捏，还是那个咀嚼感啊？没有，是用手捏啊。我没有在捏坚果你用2颗就给它K 下去，然后裂开啊，然后再对啊 ，OK。我们家女儿的话就直接打开来就是，对，我们家那鸟鸟的破坏欲要满足很重要。确实，对啊，那个总是要有东西给它破坏的啊。我家女儿她吃就比较优雅一点，她会开一个小口，然后慢慢拿在手上慢慢吃。好赞啊！那种优雅大小姐 ，Goki Gen 游戏大小姐，这就是大小姐。徒手碎核桃，可以啊，徒手碎核桃可以啊。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加油！你是叫我要试哦？徒手碎核桃吗？可以的啊！你讲你那个什么核桃，它有一个方向，它有它的开合缝，你就从那边施力就好。要用技巧，不是用蛮力这样子。蛮力也可以啦，不过那个力量很大的是。对，蛮力也可以，只是蛮力要够多，确实。对啊，没有一个问题是 STR 不够
STR 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是 STR 还不够，你把 STR 点到满就行了。对，我知道，石中剑只有被选中的人拔得起来，那你连石头一起举起来不就好了？真的耶，那要石中锤啊！对，变成石中锤，伤害可能还比较高哦。太好了，那个 X 咖喱巴就变成 X 大型咖喱巴了。而且还只有你举得起来，还不用怕被别人捡走。那个只有真正的勇者才举得起来的剑。鸟饲料超级贵，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你买哪一种鸟饲料。如果是称斤称两的，其实蛮便宜的，一斤60块钱，也有一斤35块钱的。但也有一斤400多块钱的，看你买什么。看你的鸟多高级。也不一定啊，你可以买五谷米啊。那也可以啊。那也可以。不过那个毕竟是没有带壳的，所以还是可能少了一点乐趣啊。要满足破坏欲。要点那个食玩的感觉啊。有道理，的确是。鸟可以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其实说真的，就是也不能完全喂种子啊。你平常就是那个蔬菜水果，蔬菜水果要放多一点，这样子，它那个可能反而要放比较多，然后呱呱要少一点。呱呱是那个我真的是食玩，不营养，高脂肪，但却又很喜欢吃，跟就是它的 potato 一样。就是它那个完全是垃圾食物。就是一个给他开心的，但是不能当正餐的意思。对，很多人都是会把那个瓜子当做鸟的正餐，其实不对，这样子会脂肪肝，只会脂肪瘤。原来如此。胸口还有什么？下个议题。我们好像也12点了，还是我们就12点了。好，那大家真的是很感谢今天可以听罗马讲这么多垃圾话。我觉得还大部分都蛮有营养的，包含很多会吗？大家不一定知道的知识，像我自己也是对，比如说生鲜的肉哪些怎么吃，这个我都完全都不知道。我觉得是很意外，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超有趣的。对，生鲜食要吃，其实还要怎么说？你就只是拿起来吃，我觉得看你喜欢。毕竟你有就只是要注意安全啦。那个吃生鲜食注意安全就好，然后不要吃海水，不要吃淡水。然后鸡肉真的是赌命啊，赌命。对啊，你真的要赌，你就是自己要负责，不要当巨婴怪别人。对。对，真的，你要吃你吃生鲜食啊，特别是标注说这个是非生食用的，务必加热那种，那个你吃坏肚子又是你自己的事情，那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怪厂商，也不要怪政府为什么不立法，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他都写在上面了，你还想怎样？对，你吃那个东西的话，除非你真的挑生食级，你吃坏肚子你可以告。但是如果那不是生食级，你吃坏肚子又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是你自己的责任。是的，都是大人了，请你好好负责。对，哇，这个总结好棒哦！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各个问题好像也都有提到，重复提到，就是请大家当大人为自己负责哦。因为最近很多大人都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像是。算了，先不说哈，下次再说。对，真的会讲完，真的跟肉满投缘呢，就是不小心就会聊太开心，真的会。下次可以跟我一起来玩那个 Seven Dance Today， 一起打僵尸，一起聊屁话。好，有机会一定。我知道有。下次开新场的话，再找大家，还有其他人。好啊，还有很多人一起。洛马是调味料专家，从味精开始你的调味料品鉴之路。我要吃遍天下所有好吃有趣的调味料。韩国的盐巴其实蛮好吃。好帅，真的是美食家耶。普通。哇，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然后有机会也多来看看我的玩具店，虽然几乎都是男性向的，但最近很努力的女性向也开始服务一下，还有一般向，还有画画工具也有哦。画画工具有的话我会出，但是最近比较少，最近比较少。对哦，也有吉语卡哇文具啊，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来问。哦，好诶，那总之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就是那个露天卖场可以加到你的最爱，然后可以追踪若马的推特，然后主要是这两边对不对？我在推特跟那个露天上面做主要是这两边没错。好诶，那大家就是不要错过，马上去，马上去。谢谢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火蛇台语台啊！谢谢，我尽量。现在真的，现在真的啦，就是会这么努力关心台湾台语这个议题的，其实我去看到是蛮少，比较多是在利用。讲一讲，我有优越感了，太棒了！不错啊，罗马支持所有正向文化的发展。对，我也觉得有时候真的做得不错的话，是值得优越一下啦。自己讲，我是觉得你很值得，我是觉得你可以优越啊，我是觉得你可以上公司啊。哦，在讲可以上公司会不会是有些人好像不太喜欢上公司？不晓得，我是觉得可以治好，对啊，因为谢谢。正向的文化工作者应该都要，我是觉得都可以治好。对，不要是寄生型的就好，我讨厌。的确，好，讲下去就要抽到人了。再讲下去有抽到人，一直在没有，我在想说，我一直在炎上的边缘来回反复横跳。我也蛮常做这种事情的，对。毕竟巴丹好像还是被说成是邪恶的象征。好，那若最邪恶的，好，你说。对，我是想问你，还有什么其他想宣传的吗？其他想宣传的吗？最近比较少开台，但我会努力找时间开台。然后接下来最近在玩具店，真的是大家喜欢玩具都可以来这里多看看。好，那我自己的话，明天休息，然后我再下一次开台就是礼拜五，对，我下次开台是礼拜五晚上6点，然后到时候会来排一个 tier list， 就是我目前也还开了蛮多台的，然后我想要自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哪些单元我自己最喜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聊天室发表意见，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系列的节目，可能对我以后多做哪些节目也有关系哦。好不错，看起来不错。如果很喜欢我做台语相关内容，可以跟我说，我就会多做一点。是的，耶！一定可以的啦，大家都台语越来越好。那再次感谢若马答应我的这个邀请，对，真的是聊得蛮开心的，好开心，对，很期待下次一定要再来。好啊，那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聊啊，看是不是要再加深话题都可以。好啊，我们可以放一下更辣的。在不会被放掉的情况，在不会被放掉的情况下。好，没问题。好，谢谢。啊，我这边下次也想请那个火神一起来玩，人多会很好玩。好，谢谢。谢谢各位过来看我这只巴蛋在那边讲屁话。那我们如果等一下还没有要睡的人，我们就降落去看另一只鹦鹉吧。我发现辉达在玩一个新游戏，就是好像是中国游戏，但是它里面有一些福建话。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中国的福建话跟台语有什么差别的话，说不定看那个游戏可以知道一点。对，那我们就去那边看吧。那大家就晚安喽！啊，想睡觉记得去睡觉吼。好，晚安喽，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耶。
太感谢了，谢谢谢谢你，很少人也会找我聊这些。难得有机会就会想要聊一些刺激辛辣的。